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做风台伫个台南造成的灾情。昨深夜饭点，这个风雨就愈来愈大，再加上大漏水，也就是涨潮。这个台南安南区的城西街迄块地啊，这规条的道路拢变溪路，水拢灌入去民体内底，居民赶紧甲家具甲厝好悬。讲就是北北风灾的时阵，才有淹水淹甲遐尼啊悬，想袂到即摆恶梦阁来重现咯。另外，这个饲鹅仔的人家是淹水淹甲会惊，昨就抢修到7大拿，今仔日嘛透着风雨，讲要趁钱来破这个鹅仔，会当破偌济，就算偌济。规条大马路看袂到点仔角，一无细致可能就会跋倒食水。去互大水淹过所在是台南市安南区城西街附近，水拢已经淹甲骹倒，不少民众的车拢互大水浸甲歹去，就连厝内家具拢闪袂过浸水的运命。3、4点那时候就开始了啊。那时候你们在睡觉哦？对啊，然后我马上下来的时候就说啊，惨了，淹水了，哦，真的吓死人了。顶一届是爸水灾较有应该，啊，农村的台风拢无像安尼啊，就爸水3点多、4点多就淹入来。伫咧门口口摕扫帚，拍算要甲水呼出去，嘛有人用大水桶咧吸水，不过效果看起来拢是真有限。更来当淡水摕了后，才来到豆仔边扫。那这里因为靠近海边，风是非常的大，再加上台风的影响，刚刚呢是有淹水的。那现在水退了之后，科农他们也赶快来到了科寮，要来准备播生科。雨水一停，大水一退，鹅笼也未付过厝内，就赶紧将大家划来到骹手。但是今仔前一天才收到的鹅仔，放久就臭去。啊，去惊风台啊，风台来啊，所以关收收的。那原本都是伫倒位，若是无收的变安怎？无收的爱去留去啊。系啊，这溪流来就爱留去。平常时各会当拿开港拿白鹅仔，即摆当着风台，大家手拢唔敢停，嘛无时间开港。心内更加烦恼，会影响到修行，会当背一粒就算一粒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